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明仔载就是24节气的霜降，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就是降，过昂降，霜降的降。第三条，降就是为顶面落来的意思，像讲飞轮机降落，电梯降落来。另外要讲火气较少咧，咱讲降火气，还佫有上气的目色，咱讲是目降。用目睭甲人青，用的讲是目睭甲人降。若足上气甲人银，咱讲是手长目降。另外，台南新华的古早名叫做大目降，这是另外一个音读做行，导航的行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咱拄则讲到霜降，也就是24节气第18个，是秋天上尾一个节气，煞来伫要寒天啊。一般拢是新历10月23或者是24。第二个词读做照降，就是一款参夹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人讲霜降风台走去藏，意思就是讲为霜降了，就较袂做风台啊。一寡照降嘛拢有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降，另外一个音读做行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